在伊斯兰斋月期间，中国加强对穆斯林的打压。此前有媒体报道，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散有些地区组织喝酒比赛，以侮辱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根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信息，在穆斯林神圣的卡德尔之夜，中国当局在喀什地区叶城县卡迪里克乡进行饮酒大赛。根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中共当局向东突厥散范围内的所有餐厅和商店一律要求出售烟酒。与此同时，以推动现代文明的口号下，举行各种侮辱穆斯林的活动，包括饮酒比赛等。观察者指出，这次竞赛是在斋月举行的，其目的是侮辱和糟蹋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并以现代化为幌子进行中国化和同化。根据专门报道内地人权与宗教自由消息的网媒寒冬报道指，中国多个地区打压穆斯林，包括山东穆斯林学生被要求禁食猪肉等。报道引述一名山东高中老师指，学校要求所有维族学生斋月期间禁食，迫使他们与汉族学生一起吃饭，摆上猪肉让他们吃。维族学生不许有宗教活动，一旦被发现祷告就会遭处罚或遣返回新疆。这名老师补充说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汉化，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中国的医生发现，东北地区最近出现的聚集性疫情中的病例与疫情最初爆发的武汉的病例存在区别，病毒携带时间更长，暗示这种病变体可能正在以未知的方式发生变化，也使得消灭它更加复杂。中国国家卫健委救治专家组成员邱海波周二表示，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患者病毒携带时间更长，而且核酸转阴速度也比较慢。邱海波称，多数武汉病例的潜伏期只有1周，最长到2周，但东北病例的病程潜伏期比较长，使得相关部门在病毒传播前找到病例的难度加大。美国白宫5月20日发表一份有关对华外交政策的报告，批评中国政府的争夺性经济政策、军事建设、虚假宣传和侵犯人权的行为，直言未来会加大对华施压力度。长达20页的报告指出，中国在过去20年的改革出现放慢、停塞或倒退的情况，认为美国一直低估了中国控制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意愿。报告称，北京加强军事建设和网络攻击，形容中方停止窃取知识产权和机密等争夺性经济行为，的承诺已经落空。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以往对华外交政策已经证实是徒劳无功，未来会加大对中国施压。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5月2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并将其称为总统。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美国一些政客向蔡英文发视频致贺。美国双方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怒，并给予谴责。外交部官网刊登的声明称，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